我嘅名叫做李俊賢，我一個發明品係調味料盒感應器。啟發我發明呢個發明品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媽咪平時煮飯嘅時候，呢啲調味料好唔方便。咁我喺嗰一刻就諗啦，如果我發明一個調味料盒係可以自動打開嘅蓋嘅話，咁關咪方便得多咯。操作呢個調味料盒好簡單嘅咋，首先放入2粒2A 電池入去呢個調味料盒度，然之後再喺呢個感應器呢度前面揮一動，個蓋就自動打開㗎啦。如果前面冇嘢阻礙佢，等待5秒左右，個蓋就自動閂返㗎啦。我由咁鮮豔嘅顏色落喺呢個調味料盒度，煮嘢食嗰個人都係特別開心，可能煮出嚟嘅嘢食都會特別好食㗎。多謝大家細心聆聽。